卡式攝影馬甲，立體蜂窩式設計佈局，多拍展代替相機袋。傳統相機袋容量較小，無法放置更多物品。卡式攝影馬甲有多個儲存空間，可放置各種不同大小的物件。馬甲前方口袋可收納2至3支鏡頭，固定扣帶可以穩定大型鏡頭。後背口袋可附載3腳架，無需再背負相機袋。高質牛津布用料，面對多變環境安心拍攝，更耐磨、更耐刮。大孔網面鏤空設計，乾爽、通風、透氣，結實耐用，無懼拉扯。背部醒目反光設計。卡式攝影馬甲，專為攝影而生。